续来看高雄的中山大学有台湾山猴立伫个宿舍的门口，管理员为着要赶猴，护送着女学生离开，是对猴来开空气枪，因为无枪支，所以未伤害到高山啊。就是因为常常有山猴走到中山大学抢食，学校为着要保护学生的安全，才会互管理员配枪来行动。宿舍管理人员玻璃门刷开，看到狗赶紧甲伊弹一枪。米伫咧偏架顶的高山仔叫空气枪惊一个赶紧选，管理人员行出来，较真高，敢真正无快，嘛互查某学生加正放心。帅，那个枪，好想要那个枪。高山仔伫咧高雄中山大学学校内底落落锁是真史上的代志，嘛全部故事传出，因会甲人抢食的，互老师、学生含游客拢感觉真困扰。最近有学生翕到宿舍管理人员用空气枪赶狗的画片，嘛讲学校内底管理人员配枪是真基本的配备。猴子对学生来说其实有一点点小困扰，如果听到袋子声音就会冲过来，所以它其实那个是空气枪，其实是没有子弹，它只是做威吓的作用，所以其实也不会伤到猴子。驱赶效果好不好？有限吧，只是让他们稍微离开一下而已啊。女同学好像比较害怕吧，男同学我们就都会自己保护好东西。学校讲，若是学生通报去高山仔叫了，宿舍服务人员就摕空气枪对天顶开一枪，来确保学生安全。这样的方式呢，比较治标不治本，食物来源的垃圾啊，甚至是食物露出的问题，必须减少，那才有可能说减少猕猴到那边出没的机会。专家讲，虽然提倡赶狗是不得已，不过嘛是要减少食物，或者是粪扫乌白蛋的进行，安尼高山仔才袂定定来咱的学校落毒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